3萬幾蚊嘅預算，睇下我哋點樣做到客廳嘅儲物空間同兩個小朋友一個學習空間。接近4米幾嘅 L 型餐邊櫃，上邊安排咗玻璃櫃，中間安排咗洞洞板，方便我哋擺鎖匙同雜物，方便又美觀。通透。平時 L 型嘅門我哋唔可以完全打開嘅，今次我哋安裝咗一個特別嘅門鉸，令到個門完全可以打開，方便我哋攞嘢。交叉嘅活動層板令到我哋可以自由嘅調配，放更大嘅物件。呢度係一個兒童房，我哋安排咗一個上下嘅床，方便兩個小朋友休息。床頭都安排咗一個開放式嘅層架，方便小朋友擺雜物嘅。兒童房我哋做咗一個全地台嘅設計，有更加多嘅儲物空間。4尺嘅書台，兩個小朋友平排坐做功課都冇影響嘅。中間有個層架，上邊有衣櫃。開門入嚟呢個位，因為係動線，所以我哋設計上安排咗一個懸浮位，令到小朋友入嚟冇咁容易撞到。入門呢度我哋做咗一個菱形嘅地台設計，咗一個櫃筒方便擺衣物。另外呢邊做咗一個常設式嘅儲物空間，方便擺衣物。香港嘅朋友，全屋家私定製揾我哋做免費嘅設計同埋報價，咁嘅效果值唔值？評論區傾下啦。